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到嚟世界時事粵語解讀，我係主播林思齊。2026年元旦凌晨，中國社交平台出現咗一個前所未有嘅畫面，喺抖音、微博上面鋪天蓋地都係戒煙打卡、戒煙挑戰嘅短片。好多片入面有句口號出現得最多，就係唔再讓嗰班孫子啦。以前戒煙係個人決定，而家戒煙變成集體行動，幾千萬人喺同一時間講我唔食啦。今日我想同大家討論下，因乜嘢事成5000萬中國人突然話要戒煙呢？同埋想同大家拆解下5000萬中國人突然戒煙背後嘅真相。官方永遠都會講吸煙有害健康。深圳衛健委話過，煙草稅收同利潤加埋，遠遠抵唔過因為吸煙帶嚟嘅醫療開支同生產力損失。每年社會要承受幾千億甚至近萬億嘅代價。從公共衛生角度，戒煙梗係好事啦。但2026年呢一波戒煙潮推力明顯唔係健康，好多人喺視頻入面直接講，如果淨係為咗身體，我早就戒啦。而家係因為我真係唔想再用自己嘅錢去養嗰班孫子。呢句嗰班孫子，第一就係指垂直壟斷嘅煙草利益鏈。例如國家煙草專賣局同中國煙草總公司一套人馬兩塊牌嘅玩法，簡單啲嚟講就係同一批人做同一件事，但係掛住兩個唔同嘅頭銜。佢係煙草公司嘅質量經理，同時又係國家煙草專賣局嘅質量主任。咁呢個咁唔健康嘅利益鏈，唔單止壟斷生產、壟斷批發，更壟斷成條零售鏈。第二咧係指嗰班靠煙食煙嘅權貴階層，即係嗰班所謂煙二代、煙三代，煙民買煙嘅時候要交嘅煙草稅，根本就係直接供養緊佢哋，甚至養肥咗呢班煙二代。甚至有煙二代喺短片訪問，聲稱自己因為家族做煙草生意，所以每個月有成20萬零用錢使。呢班權貴階層長年喺呢個煙草業入邊，靠關係、靠壟斷賺取暴利。當煙民搞清楚自己原來唔係消費者，而係供養者，戒煙嘅意義就完全變咗。戒煙嘅理由唔再係我愛唔愛自己身體，而係我仲應唔應該再俾錢佢哋呢？呢場運動真正嘅直接導火索係2026年1月起煙價大幅上調導致。北京當局推出新規嚴控假免稅低價煙，實際效果就係10蚊人民幣以下一包嘅平價煙幾乎喺市面消失，普遍預期煙價會上升大約20%。有人粗略一算，以前10蚊一包，一年3650蚊，而家15蚊一包，一年就變成5475蚊。對3、4線城市工人嚟講，已經係1、2個月人工。喺經濟下行、失業率升、欠薪、降薪成常態嘅情況底下，呢筆開支自然變成沉重負擔。所以網絡上先出現嗰句流行語：我唔係戒煙，我係買唔起。表面係自嘲，實際係講緊一個殘酷現實：生活成本、房貸壓力、收入不穩，壓到好多人連呢啲小確幸都供唔起。當一支煙都變奢侈品，戒煙就唔再係選項，而係被逼。但比買唔起更重要嘅係第二層，好多人唔再願意接受用漲價嚟控煙呢個講法，因為大家都知咧，煙嘅成本其實唔高，賣價之所以咁貴，係因為入邊疊加咗大量稅同壟斷利潤。煙民感覺到喺經濟差嘅時候，政府冇能力透過健康改革去真控煙，反而用加稅提價去割韭菜，結果就係你漲價我就戒煙，睇下邊個頂唔順。呢個就係一種典型嘅財政不合作。講到唔想再養嗰班孫子，仲有一點好關鍵，就係煙草系統入邊貪腐問題極其嚴重。呢幾年所謂煙草虎一個接一個被查。國家煙草專賣局局長凌成興因為利用職權幫助企業非法收受財物超過4000萬人民幣，被判刑16年。副局長張天峰被指靠煙食煙，大搞權錢交易。紀檢組組長潘家華本身應該係反腐哨兵，結果喺自己屋企收埋幾千支茅台，仲透過影子公司同屋企人喺煙草系統瘋狂吸錢。地方上好似雲南省煙草局前局長余雲東被揭發家族式腐敗，不但收賄，仲授意下屬無償調取6萬幾條高檔煙俾自己同自己人享用。
同時為親友喺煙草系統內違規牟利，仲有煙草系統高官何澤華被指涉貪9億幾人民幣，令到食煙飲酒都可以變成入股上市公司嘅工具。對普通煙民嚟講，我每日喺工地、喺車上、喺廠房度辛苦揾幾千蚊一個月，交咁多稅，佢哋喺寫字樓入面一個人就可以吞咗幾千萬、幾億。咁嗰句唔養嗰班孫子就唔止係情緒，而係建立喺大量具體案件之上嘅結論，就係煙草呢個行業唔單止壟斷，唔單止稅重，仲係腐敗溫床。更加刺痛人心嘅係同一款煙賣俾中國人好貴，賣去日本反而平好多呢件事。以中華呢個牌子為例，喺中國本土好多人眼中係高檔煙，一包可以賣到60-70蚊，甚至更高。都係身份同面子象徵，但係有媒體同自媒體實地比較之後發現，輸出到日本市場嘅中華煙喺當地賣價大約600日元，折合人民幣只係20蚊左右，即係話漂洋過海運到日本，價錢反而難腰斬，變成平價貨。而喺原產地嘅中國人反而要俾3-4倍價錢先可以食到同一品牌嘅煙，對內就係高稅高價，對外就可以賣平貨。呢種內貴外平嘅反差，就好似當國內消費者係最好割嘅韭菜咁，對外可以做正常市場競爭，對內就可以憑壟斷為所欲為。當煙民知道同一支煙賣俾日本人只要20蚊，賣俾自己要60蚊，佢心入邊自然會問：咁我算咩？算唔算冤大頭中嘅冤大頭？於是唔想再養嗰班孫子，又多咗一重意思，就係唔單止唔想養國內貪官同壟斷集團，仲唔想繼續做被差別對待嘅肥羊。喺一個你唔可以隨便講經濟不公，唔可以公開質疑財政開支，唔可以隨便批評體制嘅地方，人民要發聲就要揾一個安全議題，而戒煙正正就係一個被允許嘅主題。你可以唔講我反對，你只係講我戒煙。你可以唔講我抵制你嘅稅制，你只係講我唔再買你呢個產品。當幾千萬人一齊咁做嘅時候，實際效果就已經超越個人健康選擇，而係變成一種集體性嘅財政不合作運動，用唔買去抽乾對方嘅一部分血。同時呢種運動方式有幾個特點：第一，分散，冇人做領袖，冇組織，冇明確標記，難以被打壓；第二，正當任何層面都可以話戒煙係好事，官方喺宣傳上甚至唔方便反對。第三，持久，只要漲價、貪腐、內外價差、經濟壓力呢啲結構問題仲喺度，人就有動機繼續戒落去。哈維爾曾經講過，如果一個社會係建基於謊言之上，咁喺真實中生活就會係對佢最根本嘅威脅。今日中國煙民知道自己俾人當韭菜咁割，而佢哋選擇唔再俾人割。呢場戒煙潮亦係中國宏觀經濟困局嘅一面鏡。多個研究指出，過去幾年中國居民財富因為樓市調整等嘅因素大幅縮水，達數十萬億甚至超過200萬億級別，而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只增加咗約20萬億。宏觀上數字好睇，但微觀上普通人感受係越搞越窮。當一個社會入面越嚟越多人連一包煙都要計到盡，當一個中年男人需要喺呢包煙同小朋友學費之間做選擇，當一個送外賣嘅，因為一個月煙錢等於成個月公積金供款，突然間心一橫，不如戒咗佢算數啦。咁你就知道問題已經唔係個人意志力，而係結構性壓力。戒煙變成一種你最後能夠掌控嘅選擇，樓價你控制唔到，工資你控制唔到，物價你控制唔到，但你可以控制自己今日仲肯唔肯俾錢去買一支煙，稅佔大多數。我嚟養一班貪官同特權階層嘅煙，又戒唔到，變成唔想再養，呢一個心理轉向係真正嘅覺醒所在。2026年中國呢一場戒煙潮絕對唔只係一個健康題目，佢係對煙草系統貪腐嘅強烈反感。國家煙草局一個又一個煙草虎嘅落馬，家族式嘅腐敗，影子公司、中飽私囊，全部都係用煙民嘅血汗錢堆出嚟。對內外差價唔公嘅憤怒，同一款中華煙國內賣到60-70蚊，日本就賣20蚊，自己人變咗最冤枉嗰個。當煙民講唔係健康問題，而係唔想再養嗰班孫子。
其實佢哋講緊嘅就係拒絕再用自己嘅健康同錢包去供養一個壟斷、貪腐又唔尊重市民嘅體制，拒絕再做一個自廢奴隸。各位在座嘅你哋可能唔一定係煙民，但喺你嘅生活入面有冇一啲你以為係理所當然嘅支出，其實係喺度默默養緊一班你根本唔認同，甚至好討厭嘅嗰班孫子？佢可以係某啲壟斷行業，佢可以係某啲剝削勞工嘅品牌，佢亦可以係某啲你明知不公但你一直默默埋單嘅制度安排。話唔定有一日，我哋都會選擇向嗰班孫子講一句：我唔再養你哋啦。戒煙對佢哋嚟講係由一口煙開始而覺醒，對每一個人嚟講都可以由一次拒絕開始。喺度多謝大家嘅收睇，我係主播林思齊，我哋下期再見。